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8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许多基督徒很喜欢追求医治神迹，但是主持医治特会的人却鲜少强调医治的权柄是来自上帝，而不是人，而且很有可能来自鬼魂的力量，就如同耶稣基督行神迹之后被犹太人质疑一样。可见在当时候也认为鬼魂有一定的能力。但是赶鬼绝对不是靠着鬼魂鬼王的权柄能力，这是逻辑上的问题，完全不同的思维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8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不要以为上主不能搭救你们，或是耳聋听不见你们的呼求，他不听是因为你们的罪。你们的罪使你们跟上帝隔绝，使你们的敬拜无效。你们双手沾满了血，指头染满了罪。你们的嘴唇撒谎，舌头出凶言。你们上法庭却不讲公道，不说实话。你们靠着谎言诉讼，你们凭着阴谋害人。你们正像毒蛇的孵蛋，蜘蛛在结网。人吃了这蛋就丧命，蛋打碎了，毒蛇就跳出来。你们的阴谋遮不住自己的丑恶，像蜘蛛的网不能当衣服穿。你们的行为邪恶，手段残暴。你们时时计划坏事，迫不及待要去实行。你们杀害无辜，毫不迟疑。你们所到的地方只有摧毁和破坏，什么地方有你们，什么地方就没有安宁。你们所做的都不公正，你们照邪僻的路，而走上这一条路的人都没有安全。医病、赶鬼、神迹的权柄来自于哪里呢？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当然是来自上帝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的2个盲人，并且为人赶鬼的故事。旁边就有人质疑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，这是逻辑不通的问题。经文记载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再往前走，有2个盲人跟着他，喊着说：大卫之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屋子，2个盲人到他的面前，他就问他们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他们回答：主啊，我们信。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：照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。他们的视觉便恢复了。耶稣郑重地吩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可是他们一出去，就把耶稣的事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被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鬼一被赶出去，那个人就开口讲话了。大家都很惊讶，说在以色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可是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正如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们显现时他所说的，耶稣走进他们，对他们说：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。记住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
末了。诗篇22篇19节到29节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快来救援我。求你救我脱离刀剑，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。求你从狮子的口抢救我，我在这些野牛前是多么的无助啊！我要向同胞宣扬你的作为，我要在他们的聚会中歌颂你。敬畏上主的人啊，你们要歌颂他。雅各的后代啊，要荣耀他。以色列的人民呢，要敬畏他。他不忽视穷苦的人，不忘记他们的苦难。他不但不抛弃他们，反而垂听他们的呼求。我要在全体会众的面前歌颂你的作为，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。贫穷的人都得饱足，寻求上主的人都要歌颂他。愿他们的心永远愉快，愿地上万国牢牢记住上主，皈依他，愿万族都敬拜他。上主是王，他统治万国。地上高傲的人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，一切必死的人都要敬拜他。恳求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，并且明白无论我们有任何的恩赐，都是上帝的权柄赏赐。特别当我们被人尊重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学习谦卑，将一切荣耀归于主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